听这个真少年唱歌吼，听咧有加较少年无？听咧拢加较少年吼。天气安尼烧寒吼，会寒过鼻头吼。这怪天气，大家身体要好好照顾。咱先当心来祈祷。即成个病求你的圣神甘愿伫地，你帮助阮。等阮身躯你袂久的时阵，互我明白，你嘛帮助阮。等阮明白的时阵，阮的性命行会出来。但是时间却伫你的手中，同样失去着性命。阿妹，今日题目，我的正手内点毋是有白惨吗？是咧讲一个人，伊已经头昏昏脑顿顿吼，连是毋是家己咧讲白惨，都无法度分辨吼。即则经文。咱这段经文，咱思会，咱刻意去思念吼，这段经文是咧讲啥吼？是咧讲，去彻查落来吼，要调去五常，伊咧笑，这个先知以赛亚是咧笑遮个人吼，调去五常甲制作五常的人，因个荒谬吼，因个苛求的所在吼。咱来看这个以赛亚伊是安怎讲吼？这个先知伊安怎讲？伊讲吼。应该先选一块最好的茶，吼，测一块最好的茶落来，来先甲动作是啥物？干了毋知安怎讲，听了，好啦，要来笑啊吼，要创啥？会当烘互迄个身躯较温暖的吼，可以取暖。第二项要说啥？烤面包，哦，来白饼是吧？白饼，烘香吼，来烘香。一块茶一半摕去烧。另外一部分摕来烘香，剩的要创啥？雕刻一个五常，刻好起来摆吼。这就是迄个先知以赛亚讲，无恁是咧创啥？恁确实歹去是无？这是共款一个石头呢，同一块石头，你甲一部分摕来烘互烧吼，家己会当烧烂做爽快。另外一部分摕来烘香，共款一块茶，你来摕来啥？制作五常是毋是？这人是毋是真正头壳歹去？其实吼，台湾人毋是哦，台湾人嘛知影讲吼，这个木材、这个茶吼，会当来做一个其他的代志吼，毋过。一部分要来调去五常吼，伊刻了后，刻好了后，有另外一个动作呢，咱知影无过影说，咱基督徒吼，拢毋知影伊个习惯吼。一个五常啊，刻好吼，才有一个动作，要有一个动作呢。这个动作了吼，这个五常它真正是变做神安尼吼。什么动作？开眼哦，开眼是这啦，开眼是迄个，咱咧划龙舟吼，画龙点睛，开眼这个五常就变做有神的五常啦，会当摆。其实若是五常不是这种那个龙舟啊、神位，伊有另外一款的讲法叫做神位，日神啦，有听过无？入神、日神，甲神请入去。要安怎写？这啦，这叫做金神，不要讲。金的苍蝇黄金苍蝇咱们了解这种神无？这种乌神有无？即摆至少看着对无？即摆乌色的这种金的应该会抄点咱看过伊讲这毋是普通的乌神这种神来自细汉开始慢慢时的做大只是较做好的。
安尼金丝丝的线吼，啊甲五常的下骹学一空，啊甲即个线啊插入去，啊即个动作就叫啥？是线，啊就台语嘛，台语即个线就是安那线，你有讲法无？我是念袂准啊，这个音有没有一样？啊？不一样。啊，就无形的形啊，啊，就是形啊，就是形啊。中音啊，吼，用这款的做法，就要互你去将五常变做真正的形吼。啊，其实其他不是啦吼，有的是用芳，吼，啊你若芳就爱虎头芳，也是去掠伊个芳王，吼，放伫五常内底，这嘛是日时。啊，有人讲吼，骗药啊。更细行哦，还有四神汤都有四价值哦。啊，八经啊、十传啊吼，更伫五常内底。啊，有人更铜钉、古钱、如意、灵芝吼，反正有侪做法，要互咱知影讲，伊其实吼拜的毋是插头，是啥物？啊，是神啊吼。安尼有够水无？来啊，做够水吼。不管安怎用。这嘛是五常哦，咱人明知影这个五常是人手所做哦，所以用一寡下摆遐个动作，日时的动作，啊要安那，其实是安那，安慰家己尔啦吼，其实是安慰家己尔。比方说，这款的五常，其实咱做好很好来辨别吼，做好来辨别讲啊，这是偶像，这是五常，咱莫甲拜，咱莫甲拜就无代志。那么梁寿讲的另外一个五常吼，较厉害的什么？另外一些五常最厉害的，梁寿讲啥？恁袂使安那？是互因拜上帝，啊要去拜什么？马门，什么是马门？啊？马门就是钱财啦。哦，有人讲马门就是财神爷啊，就是钱财。然后讲，恁袂使拜上帝，是后面你个拜啥？拜钱财吼，钱财是安怎会加做那个五常啊？对呀对。为什么钱财会成为我们的偶像？钱财是安怎会加做那个五常？因为社会哦，本来是以物易物，什么意思？用物件来换物件来过生活，是不是？哦，啊，恁兜正义，啊，阮兜是非，安尼我比正的啊，毋是比正的，猪仔正的吼，啊，一包米，甲恁兜换啥过？换猪肉，毋过我说麻烦啊，大家我若要食猪肉，我就爱装一遐尼大地米，啊，要甲你换，啊，你嘛知摕猪肉，你甲换来换去吼，这无方便的。所以来嘛，我凭什么？钱。所以我毋是直接摕米去甲你换猪，我有啥物？我有钱了，哦，这个钱会当计算就会当造出来啊，吼。米偌济钱，猪偌济钱吼，咱会当用这个钱来做一个工具吼，咱后面把迄猪肉甲米讲来讲去吼。这个钱袂上来代表遐尼细吼，这平常会当更你辛苦哦。所以钱本来是啥物？工具尔，是不是？吼，啊，毋过吼，伊的地位煞渐变安怎？即马我开始趁钱，互钱较济，我会当来买啥物？买米，甲买猪肉。啊，说本来我目标是米甲猪肉，是不是？是不是？对兄弟，本来我目标是米甲猪肉，啊，现在我目标变啥物？变成钱去啊！本来我是为了猪肉跟米，迄是我要买物件，哦，我靠有钱这个物件，啊，现在煞变做啥物？钱上重要啊！吼，我只要趁钱就好吼。我若趁着钱，我会当买猪肉、牛肉、任何肉，啊，会当买汤，什么都会当买吼。所以说，
钱本来是一个工具，原本是一个工具啊，现在煞变做啥货？真侪人来主人嘛，咱每一个月硬是嘛，最工月为了啥货？为了下个月需要看到什么？看到银行的账户顶头上有一笔收入来，是不是？若无迄边生活有法度过无？无法度过呢。所以说，人生活的方式煞变做安尼啊，变做咱活伫世间，干那是为着要趁钱，趁钱诚最上至重的代志。所以耶稣讲的，这个钱。该容易诚侪人的主人，诚侪人的主人，了后拢变做啥货？变做你的小弟，变做人的小弟，这个是很容易的那为什么明明只是一个工具，也让诚侪是主人？因为啥货？贪心啦，贪心。保罗有讲过伫因所书保罗有讲过讲一句出奇怪的话伊讲他直接说贪心就是啥啦，甲拜偶像同款。有当时咱若干那看一句经查，咱会感觉奇怪，是安怎贪心是咧拜偶像？本来咱趁钱，趁家己有够用就好，是毋是？是毋是？毋过钱这个物件太好咧，咱讲啥？说钱不是万能，那不是安那？没有钱却怎么样？万万不能，是不是？这个钱这么重要，所以你敢要，咱咧趁钱敢会停落来，会不会停下来？你敢会讲趁下来讲有够用啊，就停下来就好啊，对不对？咱食饭食肉会停下来袂？袂哦。食饱伊就讲啊，无爱去食，是毋是？你去食乌油鸡，你嘛有停落来的时阵，你食，过钱会饱嘞，钱会不会停啊？钱袂饱所以保罗讲贪心的甲拜偶像同款，这句话真正讲啊很彻底贪心甲拜偶像同款。所以安尼咱会当了解，是安怎这个钱本来是咱的工具尔。不过因为咱的贪心，会当互这个钱变成一个偶像，成为一个偶像，变成一个偶像，诚做咱的神明，诚做咱的主人，这是一个介容易、介可怕的代志。不过过现在我有发觉一个偶像比这个钱更加重要，比钱更加厉害的偶像，咱这个无法度，无容易去发觉。用钱的偶像无可怕，会惊是惊啥货？看袂到的偶像，钱还阁看会到的。有一款偶像是咱看袂到的，咱哪知影啥物件？什么款的存在？有一款偶像是咱看袂到的，不过是诚做咱上大的偶像，就是我啦，咱家己啦。咱日后想过诚侪迄个人，会诚做咱生命的偶像，知影无？譬如讲，咱自细汉小朋友，你们长大要做什么？小朋友，我在跟你讲话，别人看我。做总统。长大要做什么？讲总统。要长大要当第一夫人，信不信？做总统。你看现在只要不是戏码了都可以了当第一夫人信不信？伊乐嘛，中大要做第一夫人，伊即摆要安怎开始准备家己？各人说，你安怎开始准备家己？以后要做第一夫人？毋着家己建立一个，
我不要做。啊，若是要做第一个呢，即马就开始装水水，是不是？读册读较悬的，装水水。啊，眼睛要会怎么样？眼睛要会放电啊，去电那个以后会阿爸也这中梦人家给他变第一夫人。当一个人伊的未来是安尼来设定时阵，迄个未来的自己会当会诚做家己的偶像，会诚做家己偶像。若安尼的话就是咱本来是有限的存在，提升诚做一个无限那亲像上帝共款所以安尼的时阵，咱只来问一个问题我的性命有甲上帝结连？我的性命若有甲上帝结连，就算讲我要甲我以后的我当作我的偶像，嘛是甲上帝结连的。我安尼讲，唔知有讲清楚无？当我的性命有甲上帝结连的时阵，无论我以后要做啥物货，我以后要成做啥物货，迄个以后的我，嘛是甲上帝结连，是不是？安尼就唔是成做偶像啊？听我咧讲意思无？我即摆对我台语愈来愈无信心我若无甲上帝结连，以后迄个我要成做啥物款的款式，要成做啥物款的形象，咱拢无法度把甲上帝是拢分开的。迄个当成做是最可怕的一个偶像。毋过当咱为正开始，咱有第一咱的性命甲上帝结连。无论你要成做啥物款的人，你要做医生，你要做牧师，你要做大企业企业主，拢无要紧，拢无要紧，因为迄个你嘛是甲上帝结连，甲上帝结连就袂成做你的偶像，各位兄弟，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代志。咱要安怎保证家己？要安怎把握家己是甲上帝结连的？各位兄弟，会当互我提醒一下，会当互我讲几句话袂？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跟上帝连结？咱要安怎做？咱是甲上帝结连的。读圣经，读圣经，搁有咧。祈祷，搁来咧。吟诗，服侍，搁有无？各位兄弟，有人咧讲的时阵，咱心内就调一下好无？有人讲读圣经，你就是讲有无？祈祷，有无？安尼好无？安尼听来，咱要安怎保守家己甲上帝的咱的性命甲上帝有结连？都有讲过读圣经，两句互你想者。祈祷，服侍，搁有啥？搁有一个最重要是团体的生活，团契的生活。什么叫团体的生活？你当爱甲一群基督徒，爱三斗陪三斗阵，是安怎？你甲一群基督徒三斗陪三斗阵，咱较会互相提醒，知影家己唔对的所在，有迄个修正的机会，会当改变的机会，会当成长的机会。因为你要读圣经，你要祈祷，我嘛让你家己伫厝里，你的房间是不是？不过当你若甲你的兄弟姊妹做伙时阵，即款生活上成长是无共款的。不只是安尼，各位兄弟，我问，啥毋是你的兄弟姊妹？好，安尼问好啊。在座毋是我的兄弟姊妹，你举手。所以拢是我的兄弟姊妹对吧？你看，知影我拢做些事，我拢唔敢讲我拢唔敢问讲，在座是我的兄弟姊妹，请举手一定无人无通要举手，我讲变做我无兄弟姊妹。所以问讲，在座毋是我的兄弟姊妹，请举手。
好，你讲我会听日子话是毋是？哦，啊，即摆伫外口咧说的是毋是我会听日子话？啊，毋是哦，哦嘛是啊，啊伫楼骹的咧，伫楼骹说来说去，行去咱教会5入来，是毋是咱会听日子话啊？是啊，毋是？毋是哦，是呢。你毋知，咱毋知伊当时会真做咱会听日子话咧。所以咱来对用这个对兄弟心的关系来对待这，正咱看起来也都毋是咱的兄弟姊妹啦。对嘛？咱的性命要安怎是要安怎甲上帝结的？不只是咱的宗教生活都有对，咱甲咱的兄弟姊妹有交陪，咱嘛来甲咱四周围的人有好的关系，毋通去甲因歧视。歧视，台语安怎讲？毋通看伊无啊，无通甲伊，毋通甲伊看轻。知伊嘛是上帝所创造，嘛是上帝所疼。甚至甲咱无关系，也是咱讨厌的人，甲咱有冤家过，也是甲咱有起冲突的人，上帝拢去看。你看讲，但是无出你的性命有甲我结连无？可能教会会有恁的性命有甲我结连无？上帝要看的就是咱是毋是甲咱的性命要靠伫上帝手中，咱要甲伊有结连，咱要甲咱的兄弟姊妹有结连，咱要甲咱遐个还未诚做，咱会友还未诚做基督徒的人的性命有结连。可能这是咱一世人为即马到老到死，爱真足认真去打拼去做的，诚做上帝的百姓，毋是讲一个礼拜一天，早时啊坐伫遮做礼拜，就表示咱是基督徒，毋是，这是 everyday life， 这是每一天爱显现出来的生命，每一天。当咱咧笑，各位兄弟，当咱咧笑咱的人间宗教，咧笑咱的人咧拜偶像时阵，各位兄弟，因拜的是有形状的偶像，迄无可怕，迄无严重。当咱咧笑因咧拜的是迄款的偶像时阵，各位兄弟，咱来深反省，咱咧拜的到底是上帝还是偶像？这是最重要咱生命爱问的代志，当心来祈祷。之前的追求你了，你的信心甲我伫咧，你帮助我时时刻刻，反省我的生命。阮所看的是毋是上帝你，也是阮所以爱的，其实是偶像尔，其实是阮家己所以爱的。帮助阮每一天有即款的反省甲提醒，无论是对你来，对阮家己的反省，也是对阮四周围兄弟姊妹的指责甲提醒，求你帮助阮每一天拢会当面对阮所拜的是上帝还是偶像这个问题，帮助阮的生命得到你的欢喜，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